小妃妃已经从圣道这里来了。皇上烈日，娘娘得知，此等大事，两怕不还不来。今日9月之上，我看他一血一财，何等难看？是啊，只怕请娘娘小心结恨。这也被何惧？看他怎么办啊！万岁爷话为真来了，预备接下了。母亲这个事，张明快快往儿来。正子有请殿下。这预备无与人恩，大自见是云波并不轻易。我听可来呀，孩儿同进去开进你梦。
沛公祭前的花厅之宴。是。万岁有旨，二公祭前的花厅之宴。是。万岁，用臣去替万岁争取。不必了吧，万岁正殿是与娘娘之事。罢了，你望坐下。你家替万岁争取，老子喽。
我方面部千举出征，真不令人扫兴。万岁！那样子官人了一起公布，要为朝阳正言助兴。这就好了。那样亲自靠近传旨。好，快要祭祀传旨下去，公务宣堂。万岁有旨，公务宣堂。
王明是山的大金，与万岁明天我一生，从此王公才长金丝冠，宁王空
子里啊！奶娘你的万岁，天的地方，请万岁顾我。我这已经开过了，语音的批，音的语法，批得好，批得好啊！奶娘多少是才貌三岁不讲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奶娘真是辛苦你了，哈哈哈哈！启禀万岁，高阳公太监张敬总长王道子，他来之人不见了，不见了！万岁，长儿来生怎能不见？本是见了的。万岁，万欲退不去，放生无尽与他同来。哦，就当来了，请夸他有请。欲请开位，万岁，奶娘好，奶娘请便吧。老头传进万岁，举步一路辛苦了，哪怕请走。谢万岁。奴的张廷恭请万岁圣安。张总管来伺候时，万岁，奴婢一来为长生开会同饮，这儿来嘛？对娘娘向万岁请安。万岁，娘娘惦记着皇上，回去告诉娘娘，我是这次很好，多谢他为我费心了。还有娘娘担心的家园的国币，你奴婢带他回去。皇儿还要这次也子，我去告诉殿下，大地营长准备启人就是万不可取。是奴婢告退，奴婢告退。去不接来领山，奴婢接得启程啊！老臣不幸怪上三界，这是有一事不明，他来向万岁请教。不是如何，要是我要老家去武大人。请万岁回来。为父上皇因为此事，请问万岁，以我将这份奏章不为？哦，他都记起来了。这个王廷贵乃是王爷的冤枉之亲，既是王爷之亲，为何不能奉上？万岁将奏章不为，将王妃自许皇帝，就需要的气，这话是这个真着。此事是何人之意？是算是皇上的旨意。既是万岁之意，为何不是万岁亲禀？是皇上叫你找你代替的。我说是，难怪娘娘心中欲发，上也不举步，此话真假？不照你身为继亲，怎能过于朝政？万岁呀万岁，你好糊涂哦！他当朝年数十年，代代相传好家风。到如今出了这个不少的，到今是为父去万岁呀，
今日不过为你做主，立铁从此不保你，为共向娘娘请辞。这个放心，你要参了众人，引你凶动。好，华中亲中去不许教，明让你进去照样请陪。好，玉皇谁说这话去好，老臣告辞。送去。范生，你我是此模样。为了这门嘴上挨了几步，一顿许教。成功。娘娘，哪边来？范生哪边好用？中他所罪杀到楼上。范生要封赏这个王妃的元老走亲，王庭对，这好是死了。范生，媚娘以为不可，不可。范生知道，此生可与真传之功，不与专过，可与出世的真经，不与真经，欺负正宫，与入真经，怎能难下封赏啊？媚娘啊媚娘，真心刚气，还我有一样。正因为你为寡生批阅罪章，得罪了王儿，就定要你专为宫中向王儿请罪。要媚娘我向王儿请罪，范生可曾得应于他？寡生被舅父逼得无奈，只好得应了。范生你，媚娘。待等内侍为公，你就去敷衍一下吧。真是早晨啊，
去请。我是王位派来的，他是王位派来送去粮的。怎么刚走了一个，又来了一个？我去把他关了出去。哎呀，他来了，好嘞！哦，是你。老母亲早已进来，早已追罪抗坏，此因夸夸请起，你还不进去？正儿，你弄错了。这位曹公公可是姑母的老少人了。曹德他是媚娘的侄女，正儿。这位姑娘，曹德有礼。原来姑母上山，早已是曹德的救命恩人呐。我是救命恩人。娘有所不知。好的，照样当着，尽怪娘娘一上，拿着一日曙光，就让娘望进一口对上。少年不是心肠，怎我一口究竟？此次大唐的好的真能忘记，今日尽量到此，得来开路。所以，曹德过去的4万的他造成，早已大恩，曹德自私不忘。难得你如此忠心，媚娘也当以礼相报。正儿，你姑母去是你粮场呢？哎。少年找到不公人了，怎么消费得起呀？不必客气，多谢少年。情内宫中可与什么相惜？哎呀，少年不要客气，照样鼓励给老闺女。哦，少年。大火怪你来临，算命文风就上唐宁。找你呀，他不杀你就要拼命，骂什么？骂要紧。他的脸真的是个不高兴，他的脸并且。就是这个字眼。曹德，陆贵妃，你为媚娘待你时候，那王儿又待你时候，早你待我恩福十三，也是再生父母，虽那王儿了，我必不怪事。要是我少你与世相取，你能找你谁风波，抓得一定尽力，万事我知好啊。富儿过来，没有笑话。
不多过长不？好的，这是那么沉稳吗？到当心，委屈路上没好，上下是遇到四太娘娘，老夫人请坐，贵人同坐，谢娘娘。这里宫女侍儿，是他请言吧。想不到本有一个小手臂，遇来了一个无头人，叫一家不到你女儿放心，不顺利，因为真的是不要紧。是啊，娘娘为华东回去要去，这个要紧实在可恨，但本不为那门罪责，连这个事也来关于。这样下去是无用的，是啊，
是啊，不是长生太为商量，且早治疗这个要紧。启禀娘娘老夫人，宫中提起来到万岁为到了。这万岁怎么是来去来？母亲为了光阔委屈，即将要紧。女儿死的死，吩咐下去，娘娘为何死？母亲贵人不在放。娘娘，哎呀，娘娘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何事情况？外在大丈夫召你怒气冲冲，快往这里来了！回家了，快快姐姐。媚娘开见娘娘，起来吧。媚娘于谁让娘娘宽恕？哼，你真的是谁？媚娘自认造你，千不给，万不给，你不给予娘娘做对。媚娘不是那王银贵，是娘娘亲戚，也是不生多余麻烦，望娘娘宽恕。为了这点小事，经过与一家作对，沛公之中是无用的。二家既能把你从暗道接出来，也能把你再弄回去，你可要放明白了。好了好了，媚娘一字不错，你不是他的贼还啰嗦什么？女儿，宽恕他。混在万岁面上，哀家宽恕你，这也迟到。高爷爷爷，媚娘随意去过，至今你的过错有待增加。臣妾不知错在何处，你做的好事还来问我？臣妾实在不知，还望万岁明示。我来问你，媚娘你是陪你之后，照你平时看我礼义周全，平衡差错，你在哪里？臣妾来找你，亲事姐妹情同水族。好一个亲事姐妹情同水族！你在不是面前骂他要紧，对他造事。万岁，此话从我说起。你在宫里国王烧香拜拜，横生举国，想把媚娘辞掉，你还当国人不知道吗？万岁，臣妾好端端的，哪有这种事情呢？万岁圣明，娘娘也是皇正，怎会做出这等事来？举人拜佛，正气着万岁长罪，太子问他，别无他意，望万岁明察。你讲，万岁，娘娘无语此事。你们揣头一起不落花的。万岁！呀！万岁不必生气，娘娘也不用悲伤，这怕是别人把话传出了。这媚娘快来，娘娘是此言的，怎么会罪媚娘招死你？万岁！好了好了，娘娘老夫人女姐姐，你们夸夸请起。万岁！你快再把堂前放到后宫去看。来，让媚娘陪光万岁在殿中水洗一番，请万岁小气接门。媚娘用宽花人陪你就是。
一个大人，上面还写着4年。凶神烈释放，我杀手中央，王贵妇媚娘更是亲手那我了得，这不是要跟媚娘提名吗？我将你给我留下去。万岁，你要为媚娘造责你们不进行礼，高人们岂为寡人？万岁，这父母人我等千算不知，是啊，我等千算不知。我的问题，这是谁的不当？这是哀家的法堂。既算是此，你为何往后跳？这万岁，我为不能去上梁，我的一生一两，你真是在哪里吗？别家别打好，还有江南好戏，你就有我厉害，你不哭疾病，你要叫他死过你们，让我来讲为主。
为人立得好强。贤妻这位娘娘，定在贵人，娘娘给你母子恩重此上，此今娘娘虽来，你怎能见死不救？这是娘娘女儿，你儿子的天子地位也难保了。公公，莫曾此事是我律师所为，与娘娘无关。啊，是你所为？正是律师所为。是。真。
宝，万人惊到鸟蛋，富贵真有娘啊！为宝爷的金宝就对富贵真用，难道就娘来做老水哭吗？夜里曾经埋下用，两只老龙儿所怀一中，岂必成了不忠不孝不义之人？而今女儿不要这因此情对，娘亲的冤情要深，只要能为母亲承诺，这今晚就得死尽报还。
为娘开里可悲，我儿得意万生，我与自意了。自堂儿永远牢记。只要能为母亲伸冤，母亲的话，你应听着。儿啊，娘要你从今之后，此次小心，此次轻生，保全你的富贵生荣，你是妻子了，妻子了，妻子就好。母亲，你的嘴话谁耳听？叶仙，叶仙。母亲，妻子嘞。
么不见我？哎，万岁，娘娘身体不爽，房子里喝了汤药，躺在床上睡着了。望万岁是谁？哦，事实上来，老夫人是怀孕来的，正是。想万岁也是来快望娘娘的吧？寡人以为快马王爷和御也是同门。万岁与我要是相认，可会随朕亲临？万无理是私语老房，其中境遇不知皇位可曾知道？哎呀，万岁，这不明白的很嘛！女子万象大灾，世之不应活在世上，过问世间。哦，事实上来，女子是为人世上，正是为人世上。媚娘因我不孝，老夫人设的正欲逃离，老生设的当若修理。照此说来，推让我让我害媚娘的，定是吕氏无疑。这不是若媚娘大要请教，那吕氏与媚娘一夫追远，二夫挂隔，他要害我何来？吕氏想要害我，他为何不将我人放在死期警察之中，而将他放在王儿饭堂里？媚娘分得你，看来推让我身的不是女子，是此说来，还凌月生在你这里为人世上，那么是杀人灭口。老夫人明鉴，老夫人明鉴。不，万岁，女士是为人世上。万岁，是杀人灭口。你，这话不是老夫人，你是奸杀的吧？不，万岁，女士是为人世上，是杀人灭口，为人是杀人灭口。万岁，你要替家做主啊！娘娘不是病了吗？好，我奏令，你莫非要无来一家杀人灭口不成？媚娘不过，你虽有狡辩，黑将王上害你不好，你为何恩将吹报，杀人灭口？你拿出凭据来呀！你拿出凭据来！万岁！现代何必不理？欢迎王儿自来来，既然为娘，你陪你我父弟弟为我来，趁我这里你才万岁，这不是不得呀！万岁，需要勇气，不同勇气勇气。邱大人，你要为家做主啊！万岁真的怒气，要嫁给娘娘。好，起来，起来！邱大人不可偏袒于他。老郑，请问万岁，这
推上我人定真凶什么？口上藏道，少尉查实，既是少尉查实，爱情不清，是非不明。王妃怎么就要嫁给娘娘呢？岂不这是与人挑拨的呀？娘娘乃后宫之主，贵为公母，王妃不奉秋造法，是此后家之责，岂非有所王家体万岁是此对的讲，叫一叫有一面我的世上的说话上富贵不成罪，只怕有人从中作祟吧。九大人，你不要错怪了。老公岂有错怪之理？万岁呀万岁！娘娘一儿乃是先帝的旨意，圣心所向，众望所归。此今有人狼子野心，诬陷娘娘，一向晚上破我不回，你可要分得清，看得明，切莫上当啊！想当年，唐僧头做他妹，一与娘娘长官配，糟糠自己尽力儿，夫妻恩爱是与谁？娘娘言为谁不当？名门贵谁得用配？与我皇上说有爱情，万岁你这样对待不应该。二公四顾多谁，去报了去大王妃，你用一生死姐妹，结为娘娘出不归，老等我生水先的骨头中。想起此事亦难寐，万岁呀，大喜红日亲在亲，方是光阴不是谁，万岁要我去当兵，把我那一插去往上走位。万岁，这个我不要你的要一定要查证清楚，不可换的。月娘，这是为何啊？许万岁，是媚娘一死。按太尉所言，媚娘财大而且私欲于公，许万岁速速传旨，从哪里说起呀？万岁！媚娘真进宫君王，天长娘娘做靠帮，媚娘报恩与报歉，那与半点比王相。亲娘娘乃亲娘娘，我对娘娘是真早，早忘亲恩常是后，人来送我
的在家。谁知我一片忠心无好报，烦躁猜忌恶言上。说什么得计我知情才计，保持谎言从嘴旁。媚娘爱马话语可怜泪万岁礼不当，保持得计是我命，万岁起笔神魂忘记生我活在世上是何罪？不是你是老君王，万岁不要媚娘发起来，我是哪啥不是你？他娘我忘了，这都是你不是了啊！万岁万岁！全万岁，朝阳宫里做最痛，冷落娘娘是非小，要怪媚娘心不忠。无奈万岁多此情，把我当作耳边风，媚娘的苦心在三子，自我不一个我追我媚娘家云，不是是来其实上让我怕来请我问万岁呀！到过是将媚娘换大手，也生得来人江难做。相信你的呀，万岁！你这个贱人，还老说什么？万岁，宋爷儿，你要命！好哎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七贼王，二贼一掌命。公主这有人卖过多么小人，又拿不到手上不是一样无疑，此人一年重大请我王圣谁？此生之人，照样不太见好的。媚娘引我去见你啊！万岁，眼下亲命将官才去插走，怎不叫媚娘惊叹？万岁，朝到一处吧，不可轻放。万岁一定要细细这场花生知道。媚娘，将他把月亮打来。我听万岁行，心里他大众，切记不可信，要要不难关。奴婢老大推荐万岁。啊，本奴才不当中的莫人，不是你所推导。万岁，奴婢不能推导莫人。你这里三位激怒中美来莫人，本宫一查真是你们个地雷不成？殿下会不能无理许我啊！你这个奴才，哎，就把你当作幸福，想不到你竟插眉于我。我来问你，那么人从何而来？是否方进不当？我曾自私于你，是不从这招供，一家就不轻饶。万岁，不可轻饶于他。不动心外，两年不早，武士们马下去通知儿子万岁。你要谋得到位，善于训练，小心一点，老辈拉
你怎么有你冤枉？那走，给我拖下去，打！万岁，那不会去令人成了后被隐隐继任之事，万岁一定要查出水落石出。是啊，万岁一定要查出水落石出。徐太妃吵到昏死过去，什么？他死过去了？该是淫贼，许不到公真正苦恼啊！万岁，那朝的昏迷不醒也是难应的，不是叫他昏了起来，再在来上再审。邱大人，万岁，此案事关重大，不可轻放。邓美人，马上定要用他给我水落石出，那样将找到当了天牢。上去，将讨到你将开审。心中万望，媚娘是言吧。此次媚娘高配。剩下去世的事。
别讲来了，别讲来了。
为了奉事，李少年，娘娘到西来来了。他来做什么？这番你带了宫女到门口迎接，公母在此等候与他是。万岁之令，你们细细高了。为娘娘，事情早不见殿下应中。如今你去才知能为，给我上来看了。是。
你做的好事，负责去，你可不能学会等人。你做的好事。万岁驾到！哦呀，女儿，你好歹的怎么死了你？女子，谁来过这里？谁来过这里？谁来过这里？启禀万岁，并一人前来，为娘娘在此等候。那些卑鄙的东西，用我生美来美养一生，至今如来什么女儿？你被我的女儿了！你被我的女儿了！哎呀，万岁！这不是娘娘，这不是娘娘！对，我在故意，不知道我脱了些血，我当时脱了你！来，你将冤枉！你说什么？哎，这冤枉啊！你话说是冤枉？难道是武昭你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不成？难道是武昭你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不成吗？难道是武昭你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不成？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不成？
与我踏上六娘子共用兴亡，开疆拓土，为人四方，凤凰来临，进取使用，其令陪衬，随我高墙，成王成空，不必上香。苍天与你，宝玉一家，无灾无难，无边无空，事事是意，步步成风。谁守着奸淫，谁亲着灭法，私引着给保留女。